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解放军伟大军演第2日，针对台湾北部海域实弹射击，民航局预估会影响国内外航班超过10万的旅客。新光3月台中中港店2月加速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检方查出讲无申请装修的许可，时间无关加速，起诉店长等13个人。苗栗3湾前乡长温志强涉上百件的贪污案，收上千万的恶势。一审结江防判4万多钟，理性开庭，人已经闹跑了。来看解放军伟大军演第2日，解放军表示讲，早起9点会针对台湾的北部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上新的消息是，解放军宣布讲发射 PCH-191火箭弹，佮讲全部拢有拍到。咱国海巡署是表示讲，早起9点开始，就甲国防部等单位监控，嘛掌握解放军是发射7粒的火箭弹，分别是落伫1号、甲2号的禁航区，无造成任何的事故。另外，国防部嘛发布侦测到解放军计将出动130架次的军机，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面对中共的军演，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强调讲，军民一心唔通受到假信息的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将在图中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习，并组织实弹射击。中国和台海紧张的情势压悬，发动正义使命2025演习，伫台海为5大射击区，30会伫台湾南北海峡展开实弹射击。解放军部指出，中国军方晚上会打击分队、火箭军部队已经进入作战区。南部战区讲，早起9点针对台湾北部相关的海域射击，传出为平潭发射 PCH-191火箭弹。那远火呢，就可以对付呢我们的像例如说部队的部署啊，这些相关其他的这些基地等等比较小的目标，或者是部队集结的地方呢进行攻击，所以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蛮大的威胁。学者建议，国军除了强化机动部署，当咧研发的各组海剑连飞弹，有机会将做反制中国火箭弹的抢弹。国军嘛严密掌握中国军演的动态，3早侦查到130多架中国军机出海，执行3边款台，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也有14架中国军舰、8架公务船扰乱台湾。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飞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3早透早3点，传出想要走入来咱的西南海峡24海里较界的所在，海军班超军舰用火控雷达锁定中国军舰。我已连续掌握你火控雷达多次照射我舰。挑衅意图十分明显。另外，海巡嘛伫第一时间侦查到14架海警船侵扰台海，海巡的军舰用1对1的方式并行监控。我方已多次警告你未前方亮光为13.6，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针对中国强伫咧台海军演，结合认知作战，分化民心。总统赖清德伫咧人面册讲，这个时阵军民一心，唔通互错误甲假信息来影响。吁请全体国人，此时此刻务必冷静、沉着，而且安定。政府对所有的状况都有万全的因应准备。杜永泰出席经发会顾问会议。呼吁朝野爱赶紧通过军购特别预算，护军工业成做另外一个护国军山。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嘛关心台海情势的发展。Well,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I certainly have seen it, but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and I don't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 国军防止中国由演转战，海军海防大队挂向风3型反舰飞弹，已经伫花莲港部署。另外，海巡台东舰甲花莲舰嘛伫咧港内太平，毋若甲花莲看做防卫中心，海防大队嘛赶紧导舰去台东，建立海防防卫线。除了台东支航基地 F-12V 依次例行性的训练，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防看到飞弹已经挂起飞行机太平升空，要来捍卫领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军演嘛影响到国内交通哦，民航局是预估早起8点到暗时6点，包括国际线有857架次，超过10万的旅客受影响。国内离岛的航线，金门取消68架次，马祖嘛取消16架次，大约有6000个人取消行程。有不少旅客哦是到机场才发现讲飞行机无飞。
拜日透早到松山机场所担无原本要飞的班机确定停飞，不少旅客亲像游船时同款，拖行李行入航厦，才发现航班早就宣布取消。甲人领后尾班仔等候补，遭拍上新的广告受中共军限影响，空域使用受限，国内离岛航线上受影响。那可能到北投去洗个温泉嘛，这样嘛哈，不然那时间太长了。签证特别高级的中国游客是进退两难，影响在航班停飞，心情是真无奈。来回的飞机票很早买的，哪里见识到到这个问题的啊？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移民署那边去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临时发布飞航公告，拜日早起8点到暗时6点，伫台北飞航情报区划设7个临时危险区，限制宽度为地表到无限悬。真侪条航路受阻，有个国际线857只，超过10万的旅客受影响。国内线取消金门68只，马祖16只，差不多6000人行程受阻。金门有旅客无法度回来台湾。老实讲，他们也不敢打，就是说我们的行程可能会乱掉。下班多少人要这样评估才有啊，对不对？你不然傻人家好几百个人来，结果没有了，加班，对不对？啊，那有什么用啊？后补有什么用？包含旅程。发现马祖航线拜日全部取消，金门航线是伫暗时6点之前取消，或者是延后。民航局表示，对国际航班离到场甲过境会使用航管引导方式避开危险区，或者是发布替代航路来行进。航管单位也看演习是一种放启动流量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对台军演敢会影响国际燃料的进口，甚至影响到台湾电力供应。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是表示讲，今仔早起天然气船已经入港了，会阁继续观察。台电嘛强调，当拖团的安全量供应的天数是比法定规范阁较侪，嘛也毋过这部分会阁甲中油随时来检讨。台电迎接80周年，开始电力未来式新高点，重点放伫电力的韧性和能源的转型。不过，中国解放军宽大军演是大射击，敢会影响到国际燃料的进口，进一步影响电力的供应，嘛引起各界关注。今天早上，我们的天然气船都有顺利进港。那本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相关状况，本来我们的一些能源的储备工作都有在进行。那现在是冬天。那我们最近的备转容量率都有超过10%，所以我相信我们也都在密切观察军演后续的状况。詹文生强调讲，军演毋是第一摆而且台湾嘛有在欠能源，因会持续拍拼加强。不过来看目前的状况，台湾的天然气接收站主要拢伫沿海地区，包括一接伫高雄的永安港，二接伫台中港。另外，目前法定安全量的港数，伫拖团的部分是30天，另外燃气暗算伫2027年的时阵到14天，目前2025年是到11天。另外，台电嘛讲会滚动检讨应用。那有关这个燃煤的部分哦，那台电的这个我们燃煤的安全存量的天数都高于法定的规范。那至于在天然气的部分呢，我们也会积极跟中油公司来联系哦，那希望也能够确保这个能源储备跟那个电力的供应无虞。不过，针对力量最近有报道表示讲，即马爆发风电抢退调，对这经济部能源署强调讲，这个讲法已经是旧新闻定法。目前台湾的离岸风电市场是相对稳健，咱国目前已经有7个离岸风场是完工并网。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接受访问，讲到中国对台湾已经造成5种威胁，包括对国家主权甲认同的错乱。总统佮讲，过去在野党讲九二共识是一种个表，也毋过即马已经是港表了，甚至是以成为中国人为荣。总统嘛批评在野俄罗普廷习近平说弹劾但台湾的民选总统，认为社会自有公道。民进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不满洪批评，爱总统24点钟内回室的，嘛讲拍算下晡要去提告。另外，总统嘛强调讲有必要，伊会愿意为着国防预算去立法院报告，也毋过是袂当接受违宪的随问随答。因为一打这个违反最近的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的裁判，不是说我刻意不愿意去报告因为宪法的规定嘛。有。我如果
破了这个先例。宪政体制一旦混乱的话，这不是国家社会之福了。强调投诉也需要甲所有人，总统赖清德表示，愿意为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到立法院做国政报告，呼吁在野党尽速审查，更加提醒中国对台已经发动5种威胁，包括国家主权甲认同，拄着离个中共大动作宣布围台军演，国民党主席第立文，煞将目标指向是赖总统制造对立。主其事者是我们家赖总统啊！当你们一天到晚都在挑衅，还要在野党想方设法的为和平开一扇窗，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基础，就是9·2共识。过去在野党讲9·2共识是一中各表，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讲各表了。对。其实他们现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一中同表嘛。总统赖清德认为，未来南北两党以成为中国人威胁，都是对国家认同无清楚的威胁。国家要问在野，安怎揽到习近平，说要代替自家民选的总统。他们公开赞赏普丁了，不是独裁者。然后呢，也拥抱习近平，却是对台湾民选的总统要弹劾。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会自有公道了。台湾民众党何时赞赏普丁不是独裁者？台湾民众党何时拥抱习近平？身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成为带头造谣的人，何其悲哀！限你24小时澄清道歉。民众党官声要提出民事告诉，捍卫清白。针对立法院南北党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会分阶段推进公听会、审查会甲听证会，过2摆邀请总统去立法院说明。将期尾伫2026年5月19日，也就是赖总统就职2周年之前进行记名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台南的跨年晚会成25万人，今仔晚会现场嘛已经有未少民众来占位咯。因为台北随机太人的事件，所以台南市的警方嘛全面来提升维安，禁止民众炸行李箱、卡架等等哦，佮特别来进行模拟的演练，增加1.7倍的警力。大型舞台已经搭好，活动还未开始，现场已经有民众在占位，有人抓帮顶管车、卖刷叮当，有人规去大布棚，甚至有人一透早专工落南，就是要抢好位参与介意的歌手，做伙伫台南跨年。那去年台南的活动成25万人来，似乎按算今年的人会阁增加。不过最近北部发生随机太人的案件，似乎这回跨年禁止民众带大型的行李箱、黏影卡架、长腿来，全面提升维安规格。要来抢前面的位置，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喜欢的团这样。我也还是有，但是就是也还好，因为现在政府啊、什么警察也都做相关的措施。最近办活动现场都有准备很多的警力，所以其实还蛮安心的。还是会注意一下身边周遭的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异常的动作。为了实践应用以外，市府预告办大型维安实定演练，保警嫌犯伫现场等演舞团制作紧张，警方马上围过去，由特殊任务警察摕咸椒仔水甲电枪，甲人压掉咧，参救护伤患等应变能力演练。警方强调，今年跨年晚会维安警力平往年加1.7倍。除加强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外，针对会场实施征收与安全检查作业。并增设远端监视设备署组，及时监控预防，成立分区指挥应变编组。我们执法人员也知道说，第一时间要如何因应，如何定位这个滋事者，如何能够以强力、优势的警力，能够马上把这个意外化解掉，然后让这个市民的安全能够得到确保。北部乌白太人的事件，到大民众也是心惊惊。大型活动既然无法度避免，主办单位就要规划完整安全配合，互各局处了解安怎应变。政府讲，跨年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大家嘛要提宽警觉，希望大家会当安全参加，平安回去，共同迎接新的一档的开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昨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一站，有一个40外岁查某人伫捷运喊甲大细声哦，佮是车顶的紧急电话，讲要叫警察。这个查某人的情绪是无介稳定，伊嘛是捷运定定了代志的黑名单，人随互警方请落车咯。这辈子我要13岁。
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隐私。29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夜站，一名负责人伫车厢内底无代无志开始匹配叫，连面对边仔人叽叽嘟嘟一直骂，连面讲要叫警察爱捷运袂当使，边仔乘客看办事唔对，拢闪甲离。因为进前台北的攻击事件，互大家对公共运输的安全拢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也早盾牌到场处理，发现负责人是定拄惹代志的乌名单，先安大伊的警署，请伊落车。整台列车200多人。一件事情耽误你3分钟，还有下一班。该名旅客并未提出报案或医疗需求，警方已告知相关权利，并陪同其搭乘至高雄车站出站。因为这件事件嘛，地属搁一列车慢1分钟，加载无出大代志。不过，因应跨年暗规安全维护，高雄市警方29暗时再次针对捷运站表演舞台、百货公司3大场所发生攻击事件来进行实际演练。市长陈其迈强调，捷运站是安全维护的重点，包括人员疏散、歹徒的查测、甲救护站等等，拢爱具即时的应变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移到捷运站来做演练是因应更多的这种不同复合的这种状况来做更复杂的一种因应的一些实兵演练。陈其迈表示，这个跨年暗会维安级数全面提升，若有加派警力提高警警率，也要求即时通报。到时2场跨年暗会会出动将近1600名的警力，陪伴民众平安迎接新年的来到。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采访报道。来看成功3月台中重感店2月加速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台中地检署认定讲时间无细腻，造成加速主要的管线损害，加速外流。伫个施工的时，工具的使用产生火珠导火爆炸，以涉犯过失致死定罪，起诉成功3月总公司，佮有重感店的店长等13个人。本案显示，星光3月总公司于高风险工程中，未落实法定安全管理责任，管理疏失层层堆叠，造成无可回复之重大危害。虽业者已与部分被害人及家属达成和解，为被告等人过失情节重大，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以示陈警。检方指出，成功3月的装潢工程无依法申请室内装修，施工进前就检查到假属有漏。也毋过，煞拢无处理，嘛无关掉假属的总开关，一连串的失误，佮无落实管理，代志发生了后，佮杀责任，所以建请起诉相关的负责人，嘛建请法院判刑。再来看第三方支付平台HeroPay替涉客境外跋筊集团来洗钱赚手续费，过去4档洗钱的金额就超过259亿。业者嘛赚5亿外，目前已经抓到35个嫌犯，其中有2个是正出名餐厅的负责人。提供警力，直接攻击要犯罪据点。涉嫌的不法公司创伫台北市内湖上班，现场查扣真侪钱、大量文件，为员工到负责人掠35人。机手轮班24小时处理入金出金的问题，在清查这些人头账户的金流，也会发现有各国诈骗被害人的那个受骗的赃款。被羁押细路的主嫌甲细项财务表面上是做餐饮伫台北有名声，说是暗中做歹代。经警方调查，2人涉嫌合作开发第三方支付平台 HeroPay， 替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破获集团洗钱，为中抽取相关千分之8手续费。为民国110年开始，4年外洗钱金额超过259亿，因也获得5亿外。获利来源是这个钱。到最后结算获利的时候，会以泰达币的方式交到币商那里，然后他们再跟他换新台币。不法集团设立第三方支付，虽然目前已经被废止，不过当初无经过合法申请登录，那也这2年来仍顺利运作的。代理收付的工具是银行账户，它好像是拿到虚拟账号，因为银行的虚拟账号它不会有限制说一定是第三方支付才可以拿，我们只要有收到检举，都会去办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提供第三方支付。勘涉非法洗錢，嫌犯的奔馳連鎖私家車也予警方扣押，其中更有一台持達千萬的保時捷，先予行政執行署拍賣，30用865萬賣出。記者綜合報道。
苗栗的阿泰创意技术学院停办6档咯，欢迎马叶准讲会当清算。今仔早起，公益党事甲监察人开记者会，批评讲教育部正消极，嘛抗议后生爱抢功。教育部是表示讲学校的债务愈来愈多，嘛无政府机关想要承接，所以透过公开标售，无独立财团的可能。一个签名阿泰创意技术学院公益党事兼监察人全体总时，抗议教育部长期无作为，延前退场甲后散抢功的进度。董事长律师林永祥讲，教育部无发函予公立学校，今年开始才换法人主动函询18个机关甲51间的各地大学。清华大学离我们不远，曾经2度来看我们的学校，那本来有意愿，但是据我们了解，教育部去问清大说你有钱吗？大概是背给他。据我们所知是这样，所以清大后来就打消这个念头，用别的地方。公益董事会讲，到113年6月，学校的债务7600多万，后产是24亿，但是教育部敢若允准公开标售，等于是咧阻挡后产抢功，那互董事会爱担后产归公不利的罪名，嘛质疑讲，敢是咧独立财团。如果等到拍到10亿以下的时候，你有这些钱，你会不会出手？有可能啊，就出手啦，挂羊头卖狗肉啊！我开始挂着学校招牌，可以开始做一些营收的事情，好好赚哦！只要花7000万就把债务解决掉了。如果亚太校产最终会贱价出售的话，这就是会成为台湾私校退场制度的一个破口，是一个最差的一个范例。教育部回应。阿泰法人目前负债超过8000万，嘛无资金通清算延前3档一直累积的债务。若教育部真侪摆媒合中央甲地方，拢无政府机关愿意接手，才会透过公开标售，无独立任何人。董事会是呼吁行政院揣做公亲，因退出了后出来监督教育部，整合相关单位，互代志通顺利结束。公司新闻林晓辉、辛志明台北报道。苗栗县前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被指控2018年到2021年做乡长的时，写129件的工程甲人事案有收误写。今年8月，苗栗地方法院一罪一罚，所以计共互判400多档的刑期。也毋过2审开始温志强人就无出现，嘛查出讲伊10月出境去香港就无回来哦。温志强在做乡长的时，查出讲收上千万的乌钱，法官是裁定100万交保，无限制出境。检方嘛表示讲，因捌发文向苗栗地方法院来主张讲，着爱进行科技监控，也毋过法院无处理。再来看刑事局查到国内有14间业者涉甲中国诈骗集团斗空，加国内的物流公司毋拿斗相共收汇款，佮承替诈骗集团付广告费，警方抓到18嫌犯，甲以上法办。这是仓库就对了。环境交通是一间成都物流公司所在，查考相关的证据，刑事局对查一夜市广告诈骗案，发现国内14间成都物流公司涉嫌甲中国诈欺集团勾结，用代收汇款方式，佮代付诈骗广告费用，金额有2.3亿。巨额的支付与本业不符之广告费用，自111年起至113年间，以代收货款方式。另外，代付赊账广告费用达新台币2.3亿元。警方表示，中国诈欺集团透过减肥集团、地销甲土地等一夜市诈骗广告吸民众5000多单，或者是透过雇主外销名单、寄销量报告予民众，交给成都物流公司收钱了后，一方面付诈骗广告费用，另外一方面用地下汇兑方式汇款予诈团，为中抽 commission， 总共是1840万。被害人还在羁押中，那不法获利是大陆诈团这边请他们支付赊账广告费的趴数比例去换算，这厂商大概获利1840万余元。刑事局在1月17发动搜查，将14间成都物流公司负责人等18人，全部依照涉犯银行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佮查扣170万现金、小客车、手机合约书等证物。因为民众收到报告，大部分是无好，或者是非法药品。那判刑确定业者后续还佫面对消费者提告诈欺甲营业登记撤销才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的沼水潭临江湖，大日路提供南投甲彰化25万吨的饮用水。最近所传出讲有业者要伫水头设粪扫掩埋场，环保团体是正烦恼讲会影响到民生用水，要求南投县政府应该大家设水源保护区。守护鸟嘴潭，反对掩埋场，反对掩埋场。环保团体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不满南投县政府无愿意伫咧沼水潭临江湖设水源保护区，意思讲有业者要伫咧保利水头的水源地申请掩埋场。我们认为，就是划保护区可以让养猪、畜牧、污染性工厂可以去限制，或者是去规范。当初政府设沼水潭临江湖，拢总开219亿，供应北彰化和南投草屯达日25万吨的饮用水。环团烦恼讲，若是水头设掩埋场，唔但会冲击到保利的矿泉水、口北笋，也会连带影响到彰化的居民。喝不好的自来水50几年，现在听说要喝鸟嘴潭人工湖低美水，其实我们很高兴、很支持，但是现在又说源头它根本就没有划自来水的水质水量保护区，那这样我们还不是回到以前？那南投县政府是回应，因无同意设置水源保护区，认为讲若是设落去，恐惊会冲击到南投一半以上的产业发展，这是因无愿意看到的。我们还是反对划设鸟嘴潭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南投县为了要供应给彰化地区的一个水源，来损害了我们南投县的产业发展和在地乡亲的权益。是不是有同意业者设置掩埋场？南投县政府是表示，也是爱等待宽评的结果，因才会来照法办理。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将伫美国佛罗里达见面会谈，这是双方今年第6届的会谈。川普表示讲，若哈马斯无要放弃武力，会付出严重的代价。川普嘛警告讲，若伊朗继续增强军事战备的能力，后果嘛会非常的严重。Does anybody recognize this man? Not too many people. 美国总统 Trump 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加沙停火甲解决以色列对伊朗甲真主党的烦恼进行会谈。Trump 除了搁再一届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搁暗示伊会支持以色列伫适当时机对伊朗发动另外一届的攻击。If they don't disarm as they agreed to do, they agreed to it, and then they'll be held to pay for them. They have to disarm with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虽然伫华府做公请之下，互以色列甲哈马斯、以色列甲伊朗，也有以色列甲黎巴嫩之间达成3项停火协议，也毋过纳坦雅胡对这敌对的势力，伫经过真侪届战争了后，重新整备、重建军力是正警戒的。Iran may be behaving badly. It hasn't been confirmed, but if it's confirmed, look, they know the consequences. Consequences will be very powerful. 以色列希望确保甲叙利亚的边境和平。川普也表示，相信以色列甲叙利亚领导人会当和谐斗阵。伫会谈进前，就甲记者讲啊，虽然以色列也是真侪届下过叙利亚的边境。To make sure that the border area right next to our border is safe. We don't have terrorists. We don't have attacks. 这场会谈强化美伊之间的联名，应对伊朗支持真主党甲哈马斯影响黎巴嫩停火甲叙利亚的稳定。川普的警告显示效果的严重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虽然才传出落乌但和平谈判有重大的突破，也毋过罗西亚是指控乌克兰伫29头早以91台无人机攻击普廷的官舍。虽然是无人受伤，也毋过罗西亚谴责讲这是恐怖攻击，嘛讲会来改变谈判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讲无即回事，佮批评罗西亚讲白贼。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声明，指控基辅伫咧半暝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针对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密苏科甲圣彼得堡之间的官邸。罗西亚讲，虽然91台拢去互炸落来，但是这代志发生伫咧美国甲罗西亚吹桥和平协议的时间，安尼做正恶质。罗西亚强调，军方已经锁定报复的目标，警告这直接影响到因伫谈判顶悬的态度。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намерены выходить из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ерешедшего к поли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пересмотрена. 当咧海俄中原建外宾的美国总统川普，伊对这件代志嘛有做出回应。伊讲，伊伫咧29早起甲普廷讲电话的时阵，普廷讲因兜去用攻击，这互川普实在袂爽。伊强调，任何针对领导人官邸攻击，拢是无应该的行为。不过，伊的态度嘛有留保留，讲美国会进一步查证代志的真相。I heard about it this morning. You know who told me about it? President Putin told me about it.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said he was attacked. It's no good. It's no good. Don't forget, you know, the tomahawks. I stopped the tomahawks. I didn't want tha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it's a delicate period of time. 面对指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这拢毋是因做，强调乌克兰无发动攻击，嘛讲这是罗西亚搁咧讲白贼话。Чергова брехня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вчора у нас була зустріч з Трампом. І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ля русських, якщо у нас з Америкою немає скандалу, а ми маємо прогрес, для них це провал. 泽连斯基分析，即马有川普咧斗相共吹桥，俄乌谈判才有进展。罗西亚想要破坏进度，才会挑伊个制造假新闻，替刷落来攻击找借口。伊呼吁国际甲基辅的市民爱提悬警觉，注意罗西亚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再来看巴拿马运河附近有一座纪念中国贡献的纪念碑，第27暗时，互当地政府拆掉了。中国是真不满嘛，强烈谴责。有报道是指出讲，这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是认为北京对运河运作影响力上大了。原定5月10日，中国小湾公门已经无存在，两个雕像嘛，互搬去停车场。这个伫巴拿马运河入口附近，纪念中国对这条下海水路贡献的公园甲纪念碑，已经去地方政府拆掉。This is a special place, not onl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for everyone.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e contributions that other cultures of the world had here. 拆除的行动甲时机点真敏感，互认为是巴拿马回应华府施压象征性的行动。The demolition of the site, which overlooks the Panama Canal, comes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Beijing has too much influence over the waterway. 下令拆除的是巴拿马的市长阿莱罕，而且讲公园甲纪念碑因为结构受损有安全的风险，无要回应任何政治压力的问题，嘛绝对无要冒犯，或者是否认华人社群的文化遗产。甲阿莱罕立场无同款的巴拿马总理莫里诺讲，这种野蛮的行为无任何正当的理由，是无法度原谅非理性的行为。中方注意到该行径已在巴引起了公愤。穆里诺总统已公开谴责这一行径。巴拿马总统府已下令立即在原址重修纪念碑。中方要求巴方彻查此事，尽快纠正有关地方政府的错误行径。这条80公里长的巴拿马运河主要的使用者是美国甲中国，每一年全球差不多有5派海运贸易经过这条运河。这条水路1914年至1999年由美国控制，了后移转予巴拿马。川普要求美国船若使用爱提供优惠。负责管理这条运河两边港口的单位，也就是香港长江河基事业下底的河基港口，目前因已经同意改卖予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再来看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被指控长期收黑钱，检方查出讲伊涉收4亿韩元，大约是代表900万块的黑息，来影响政府的人事哦。检方是批评讲，乃买卖官位，迫害国家的制度。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家后金建熙今年8月封列，目前当咧接受调查。金建熙面临涉嫌操纵股价改算甲接受统一教高价送礼等指控。南韩独立检察组29公布长180日的上尾调查结果，指控金建熙滥用权力，严重破坏国家公共制度，搁伫公众视线之外非法介入国家事务。 현재까지 밝혀진 바에 의하면 김건희는 대통령 배우자의 신분을 이용해 고가의 금품을 쉽게 수수하고 각종 인사와 공천에도 폭넓게 개입하였습니다. 检方指出，金建熙涉嫌受商界甲政界人物赠送的价值达到3亿7725万韩票，大约代表862万的奢侈品。
其中包括统一岛领袖送的2个香奈儿皮包加1条钻石破链，也有奢华珠宝、克里斯汀迪奥手挂包加手表等。伫经检批收的物品中，上值钱的是南韩有名画家李宇焕的100画，金相敏亲自用100画换去年国会议员选举的提名。估计100画的价值大约是337万台票。检方批评金建熙所做的已经是现代版的收支卖官。 대통령의 배우자가 역사책에서나 불법한 현대판 매감 매직을 일삼고 국민의 눈길이 미치지 않는 장막 뒤에서 불법적으로 국정에 개입한 사실이 특검 수사 결과 확인되었다 할 것입니다. 南韩检方12月初以超过法律之上，甲统一教会交结，曾破坏宪法明定的政教分离为由，请求法院判金建熙15年徒刑，甲20亿韩票的罚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预计明年1月28宣判。另外，现任南韩总统李在明29正式重返青瓦台办公，这是2002年5月进前，总统文在寅卸任，现任总统继1332日了后重返青瓦台。青瓦台为1948年以来一直是历任南韩总统的官舍甲办公场所。前总统文秀华2002年5月就职了后，将总统办公地点刷去首尔龙山区国防大楼。原青瓦台是对外开放参观，李在明就任了后宣布，为着延续国家代表甲传统，决定将总统府刷回青瓦台。公司新闻警方陈编译。 各看缅甸的军政府2选选举哦，这是2021年进本了后头一场的投票，也毋过因为当地的内战哦，佮继续主要的反对党嘛已经互解散咯，民主派的领导人嘛互监禁，国际社会是谴责讲这是军政府办的一场假选举。2哦是头一轮的投票，1月底会阁有2轮的投票，才会选出领导人。 2021年2月4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了后，这是头一摆缅甸举办全国大选。军政府把选举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全国总共330个乡镇内底，第一个阶段是200，下伫102个乡镇举办；第二个阶段是明年1月11，伫100个乡镇举办。遐来第三个阶段是1月25，下伫63个乡镇内举办。虽然举办投票乡镇分布真宽，但过全国登记投票民众大约只有4成。 Oh, there's a lot of fact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this is not a genuine elections. So that is very clear. Of course, Myanmar military, with the support of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Russia and Belarus, are going to have this election, and they will have their own government in the areas wherever they control, which is like less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territories. 这个选举是毋是公平？伫国际社会上，无间国家是一人讲一款。不过，这位流亡伫泰国的缅甸记者一讲无落回国，就是缅甸社会原受到政权压迫上好证明。公司国际记者杨志强泰国报道。 过来的消息哦，过来看2025年特别结束啊！气象署提醒民众，元旦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幕，到初四拢会真冷。气象署嘛预估，明年的头一季1月到3月平均温度会是正常小可较悬，雨水哦嘛算是正常，也毋过会较少一寡。 拜二透早受东北季风影响，有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过来拜三暗就是跨年啊！气象署指出，因为32和元旦2天的云较低，所以提醒有要去看跨年烟火和元旦日出的民众，有可能会因为云的关系，会小看袂清楚。元旦这一天，就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紧接着2号到4号都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哦。3号的清晨是最低的，可能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哦。另外，在中部地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那在南部以及花东的话，大概也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也预告，明年第一季的天气，平均的温度会伫正常到小可高温之间。那雨水的部分是正常偏少。针对地动，气象署也指出，今年地动规模6以上的地动有6个，规模上大的是这个月27，伫基隆外海的地动。过来第二大的是年初1月2日发生伫嘉义大埔，和6月11伫花莲近海的地动。菲律宾海管从东南这边碰撞上来，在这边开始碰撞，所以这一边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深度，它大概都是比较浅的一个地震。然后在花莲这边开始隐没下去，从浅一直到深，
好，所以我们12月27发生的地震，它的深度就大概70几公里，大概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的嘉南地区也有一群地震在发生。那这个地区的主要是大埔地震所造成的。气象署嘛，搁再提醒民众，地震发生的时，头一步一定要先保护家己的安全，接落来才是逃生。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南西梅岭风景区哦，受到这波冷气团影响，梅花开始在开咯。再来1月哦，会阁有冷气团，预告梅花会伫1月中大开。白色的梅花，中央阁有浅黄色的花蕊，看起来是有够水。台南真出名的梅岭风景区，最近因为冷气团的影响，中海拔的梅花提早开花，虽望要无全部拢开，不过有真侪民众已经去山顶来看梅花。抢先来看呢，不用人挤了，就已经有稍微，因为算应该接近1层楼了。梅花会提早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这10天梅岭拢有落雨，梅花树水分有饱，而且冷风过境，让头一波的花黄先出现，嘛让梅花豆豆啊开出来。当地预告上暗的时间是伫咧明年1月中旬。另外，因为天气转凉，佚佗的人潮嘛有足侪商机。去年应该差不多啦，大概元月中旬左右，应该是慢慢会盛开。花期大概可以延续到2月初左右，应该都还有花。从12月中左右，陆陆续续，因为天气有一点转凉，所以人家愿意上山来爬山啊，还是说愿意到梅岭来走走，大概多了3、4成左右。目前梅岭除了梅花煞接开花以外，同款伫咧中海拔的二站坪梅峰古道，红季季的风铃木嘛当咧开，景致有影水。接落来，阁有山樱花、紫牡丹。道观继续开，一直到明年3月。台南市政府卖规划行销活动，还阁有接送车服务，避免造成塞车。公司新闻温正雄台南报道。癌症连续43档哦，拢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国民健康署今仔嘛公布上新的癌症报告，112年有13万8千多人治疗癌症，人数是比前一档增加7000多人。3岁48秒就有1个人治疗癌症，癌症的时间是比前一档近14秒。肺癌也连续3档拢是增加上侪病人的癌症，再来是大肠癌、甲年癌。癌症已经连续43档，正出国人10大死因的头一名，每档夺走5万多人的性命。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公布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130个年总共增加13万8千多人，比前一档增加7000多的病例。其中肺癌已经连续3档是新发生癌症人数的第一名，有19000多人。过来是大肠癌、女性腺癌、肝癌以及男性粒核腺癌等，前5大癌症发生的人数排名，甲前一档同款。这2年我们推出了就是肺癌 low dose CT 的一个筛检，其实也会把一些潜在的一个个案诊断出来。治癌人数增加的速度等于每3分48秒就有1个人治癌，治癌的时间比前一档佫较紧14秒。像大肠癌其实是我们排名第2名的癌症，可是大肠癌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其实就有一个大肠癌风险比较高的因素。国民健康署呼吁民众除了健康的饮食，保持规律运动，嘛爱定期体检，因为癌症初期大部分无明显的症状，无容易发现。目前除了扩大补助喙腔癌、大肠癌、肺癌等5项的癌症体检，明年起佫增加每人终身1届胃癌体检，希望民众透过体检服务，量早发现，降低致死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挖山区的所在，昨有民众翕到高山啊，市政府随派人去了，也毋过是无掠到。民众是讲，这嘛已经毋是头一届看到高山啊咯。市政府呼吁民众，就毋通试，嘛毋通家己去赶，就爱赶紧通报。民众翕到高山仔伫树仔顶面，这是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29号有民众看到3只高山仔雄雄出现伫社区内，其中1只狗毋若爬去伫电火条，搁坐伫人家厝仔外口的铁厝，画面放伫地方网络社群平台，嘛引起地方居民的讨论。乌白走，乌白干，乌白摕，乌白食。走于走到迄个大楼的建中新城楼尾顶嘛去哩。你啊，伫迄个跳落来啊，搁跳去，后尾也走在大楼足紧的。嘉义市政府接到通报，赶紧派人去到现场要来掠。毋过高山仔的动作真紧，所以嘛无法度来掠到。市政府就呼吁民众
若是阁有看到高山啊，唔通饲物件好食，嘛唔通上网要甲掠，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民众如果遇到猕猴的话，一定要遵守3不原则：不喂食、不接触、不驱赶。那避免猕猴因为受到惊吓而产生攻击的行为，进入到民宅。里长表示，准头里在的所在，甲嘉义县竹桥湾桥的山谷有相接，所以高山啊可能是为遐走礼拜市区的。去年已经有过一届，今年又搁出现。就惊高山啊，愈来愈晚进人家厝来找食的，刷落来继续注意，嘛会提醒里面爱提高警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前2日哦，新竹县有民众伫芹林乡的草埔啊，发现有46只的兔仔被放杀。同地动保团体嘛发现讲，有一只兔仔已经赶死了。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这兔仔的主人哦主动出面回息的，这个主人嘛防伊违反动保法上班。全身躯白毛加上圆圆的目睭，兔仔看到真古锥。新竹昨日暗有民众伫江南乡路边的草埔啊，发现真侪只兔仔四界走。动保团体到现场了，拢总发现46只兔仔，其中一只哪像因为天气收冷已经死亡。那天是天气非常的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工啊加民众大概有7、8个人都协助去救援。当天的气温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呢有拿着就是所有的一些工具器具啊、照明设备啊，就马上去做救援这样子。现场总共寻获有46只，有1只是已经是冻死的状况之下。代志爆出来了，兔仔主人出面自首，讲是因为兔仔甲后生的手指头啊夹着伤，伊一个生气，才会甲兔仔拢掠去草埔啊放杀，伊嘛出面回事咧。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也很抱歉，也非常希望那个社会大众能够谅解我的错误的示范。若新竹动保所指出，虽然按照动保法，除了依法罚3万至15万以外，也会甲主人上班。为人这样子已经构成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弃养动物，那我们会开除罚款3到15万的罚款进行处分，这样，然后。饲主他可能也会，我们把它列入那个饲养的黑名单，终身就不能饲养应该登记的动物。动保所表示，目前45只兔仔经过检查了，身体拢算勇健，后续会开放民众领养，也呼吁大家千万袂当放杀宠物，才袂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花莲的石腿坪风景区最近这几冬哦，荷包鱼的数量是愈来愈少。在地阿米斯4年前成立保育基地，要来做保育，也毋过小人山的风台水流差严重破坏着酸乌胆的生态。本地保育的效果是袂歹的荷包鱼哦，数量又搁减少真侪。或者连伫双河大顶悬的车骨杯去海内面放，方滨乡港口部落的阿美族的人，伫石腿坪海域保育车骨杯已经来到第4年。去年调查记录有124粒，但是今年受到风台造成大水槽流过来的影响，数量已经降到100粒以下。好几10吨的大木头一夜之间流到石梯坪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想象一下，他把整片的珊瑚礁就把它刮除，就好像是一个货车或是一个坦克车把它碾过一样啊。那是天然灾害问题，人为的头版嘛是主因。亲像今年9月的时阵，协会才放5粒车骨杯去海内面无几工大风头体，这互保育人士是真艰苦。确实，现在是特别被关注，说如果要保育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对，那因为它在国际上，其实华盛顿公约的附录2，它是一直都是这个名录之中的物种，但是在台湾是还没有列为保育类这样。另外，保育团队嘛发现讲，石腿坪海域有真侪车骨杯是生长伫无啥适合的水涌区，还是海边，需要刷去更加安全的所在。明年开始嘛会请水产试验所帮助以人工的方式来养殖幼杯，再个也放去较适合的生态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要去云林乌山水库进前环境评估的时候，伫古坑发现大坪顶的遗址，嘛指定做县定考古的遗址。县政府实施乌山水库人文遗址馆来展出相关的文物，咱嘛做伙来看卖。2006年，乌山水库工程环评，伫古坑乡基巴村发现完整保存的大坪顶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中期苏文红灰文化、和晚期的英波文化。文物包括石器作坊、浮坑、火灯、跳动等等，还有全国目前唯一的牵手跳舞普乌山灰窟足站件。
这个跳舞的就是人群这个部分呢，在展现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生活在这边的这些就是人类他们呢这个部落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群聚休闲娱乐那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相近的。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的教授刘业昌表示讲，这文物大约是史前4000年到2500年，嘛发现出土的这玉器，经过调查，原料是对台湾东部的山地来的，所伫分林出土，显示史前人群已经有长距离交换和流通互动的能力。有许多不是一件而已，是好多从东部来的台湾散玉做的装饰品和工具，那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了，他怎么样能够翻山越岭到我们云林来？走海路呢，还是走陆路？文管处表示讲，高溪大碑顶的遗址是呈现人类发展聚落的情形。第2008年，经过云林县政府的审议，指定做县定遗址，而且开1亿，伫乌山水库边仔打造人文遗址馆。即卖会展出238件大碑顶遗址的文物，希望民众透过展览，更加了解云林史前文化的历史价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文化部宣布，文化币明年开始13岁到22岁，拢通领1200点哦。买设一个文化币 App， 青少年用这 App 来累积消费，完成任务，够优惠价互你。我不知道文化币有这么多戏可以看呢。文化币唔但会当摕来看戏，也会当摕去买册、甲看国片。今年文化部发予16岁至22岁青少年，每一个人有1200点的文化币。嘛，试办发予13岁至15岁，每一个人600点的文化币。到目前为止，16岁至22岁领用率是8成外，13岁至15岁领用率是要我7成。有来领用的学生表示，政府的文化币是真好的政策。多一点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机会，去买一些专辑跟文具。文化部表示，为着鼓励青少年增加艺文体验，对明年开始，全国13岁至22岁的青少年，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1200点的文化币。另外，也建立 APP， 让使用者通好当做游戏同款，累积阶级换福利。嘛邀请青少年介意的 IP 角色来做代言。行政院长也讲，领用文化币是青少年的权利，嘛是义务。那明年文化币会用更大的力量来支持青年朋友们，希望你们把它放到你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或是对我们文化产业有帮忙的，让大家提早接受文化的一些视野，跟进入到文化的领域。我们明年为了鼓励更多人来领文化币，更多人来花文化币，把明年的文化币成为一个游戏。我们一年比一年领得多，来领的人也多，花用的人也多。明年我们希望来个全垒打，大家都来领，大家都来花。文化部也提醒，今年剩无几天，文化币也未使用完的人，爱紧去使用。明年元旦透早8点开始，开放领115年的文化币，使用期限有1年的时间。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连美迎接2026年，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伫当地时间12月28专讲办一个告别2025年的活动哦。另外，英国伦敦的大本钟伫今年最后一日出动3个师傅，要连续17点钟哦来调整时钟，要来迎接新的一年。千分之1秒拢袂当停打。Hello Times Square。大社拍招呼，活动主持人穿真高的外套，开始迎新散步活动。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当地28为着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特别举行一场活动。伫时报广场，联名主席哈里斯带领伊一号接参加民众来告别2025年的无爽快。Tom, I have to know, what are you saying goodbye to and closing the curtain on in 2025? I am closing the curtain on negativity in 2025. I want us to focus on what unites us and not what divides us. 伫主持人引导的哈里斯加写到2025年无爽快回忆的纸甲领掉，并且迄日起准备好的粪扫桶内底，替代表2026年的全新的纸离开舞台。随后参加活动的民众也依序上台，分享无爽快回忆了后，亲手甲无欢喜的回忆甲领掉。All right, it is time, April, for you to rip it up, throw it away.
美国民众用个别无欢喜的回忆来迎接新年。英国伦敦的大公钟也伫做跨年的准备，为着会使互钟声准确伫跨年迄秒，互规个伦敦拢听到3名钟表师必须伫2005年最后一天监控动14档的大公钟，并且随时进行时间的校准。As it gets closer and closer, we do hourly time check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lock is as close to proper time as we can get it. Last year or the year before, I think we were 4 thousandths of a second out. And it's only because people have some very, very complicated and expensive monitoring equipment. 调整大公钟时间的方式，就是伫钟堆顶面增加，也是减少旧的动线啊。安尼就使互这个钟变较慢，也是加紧速度。为了校准时间，大公钟的钟表师需要连续工作17点钟来进行监控，这也是因一年内底上届无用的一天。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